李凤村农家乐了水口镇，现在辰光在跟那茶馆店里向忙忙李家堂弄得水也不好使。哎，搿日到茶馆店门口来自一个林先生，前恰从上海回转来探亲，看见个14先生落魄得这样一个人，大同志恻隐之心。看看搿14先生像一个人，所以还看是看，想想不可能。所以大茶馆里向搭凤村两家头配对起来。但这你那么清爽，为啥体搿个14先生昨日屋里向个家父故事一屁股渣，生活个重担全部落那里肩胛了，所以自家出来把马队最讲。林先生听我的这样一番闲话了，想我一定要帮帮你。是，李先生，这样吧，你现在到我屋里向去唱堂会，唱12天，1日天呢，我把你1块洋钿，因为你个娘了，一直欢喜听书，但是最近2年的心情不好，常有份听着，你呀去唱把你娘听，让你娘开心开心，靠我的。那10块洋钿，你先弄好。冯春等到10块洋钿接过来，这个心里想激动。林先生真正雪中送炭，我现在辰光自家书也不识，只好忙忙离家堂。现在有10块洋钿，啥个概念？我还记得收去屋里去，所以千家万家说你别讲。这个，你定心，明朝呢10天日上下半日3点钟，我屋里向电话人拿手来接你去唱堂会。冯春听见林先生讲，明朝要10脱书下来，面孔长得熊熊红，蛮尴尬。说林先生，不瞒你讲，我到书场里向个老板龙家特是现在书上不识了了，啥么子？我那给他不好说书，随时呀，在他们后台地方。各放心，来跟我把单个汽油茶馆这个老板当我弟兄，搭里搭几场一样的。那么呢，林先生真的是好人，心地善良，大致李凤村搭汽油茶馆，搭老板讲清爽，这个李先生呢，带你搭来唱，你本来要拍茶的，现在弄个14先生。等那里向说说唱唱比较难嘛，那么你别急，我1日天把你年卡，你看哪？个茶馆店老板生意人叫我拎得清了，1日天把我年卡，后来8岁，这个铜钿已经打至袋袋里，而且呢，李先生来说书，由林先生出面担保，笃定放心。个林先生给他名气啪啪响，说可惜可惜。不过林先生，你要晓得，我这茶馆呢比较破落，上有500人说书，是啥个？我来去喊个二师娘，搭里水水补补，大辰光，那么呢，3日天过后，让李先生上台说书，而且那个房间我还出来，让你定定心心住进去，说蛮好，不急的。那么3日过后，所以让你李先生、李凤春等让你汽油茶馆过把说书。冯春搭子去有茶馆，拿林先生送到大门口。林先生讲：“我要回上海了。”说李先生，你这馆是辣盖搭，明朝呢有人来接你。李凤春想，我真的碰上这个好人，一躬到底送林先生吧。所以拿子8块洋钿带余振寿寄到收去屋里向，身边扛着2块洋钿。还要备备用用，到药块店呢，对过羊肉店里向吃吃一碗羊肉面，暖暖胃，暖暖肚皮。今朝夜里随到汽油的老板开一个铺，直到明朝下半日3点钟光景，李凤春3、8个全部准备好，睡了等啥？等林家人拿我接得去唱堂会。
下半日3点钟左右来了，来自一个中年男子，虽是临江南地户人家阿斗。阿斗进茶馆的，李凤春看见阿斗来了，眼睛如叶子，搬过干拨了阿斗，跟着里吃茶馆的。再至三家门面，穿过一条龙道，各地就是后台的，定下一只小肉了嘿。阿斗临子呢，李凤春在茶厂里向，让石书先生身体受定，3衣搬过边浪向放一放，刚来吹天，搿只手马上咬水扬出去，大概扬至3-5里路，得了，手看我，天板过一个哈，让你石书先生上岸。那么到临子来李凤春拾到一家大人家，在客房里向让你身体受定，搬过3衣往正边浪向一放，那么随到凤春说：“是的，石书先生，你坐退些，我带里向去禀明赖太太。赖太太要是听使了，我马上来接你啊。”李凤春跟着阿龙拉拉进来，一路拉拉看，拉拉动脑筋，各种么那标标准准大人家，听是听，当是当。几乎弄堂追下来，自家忘记脱，顶戴吕国，小桥律师，后花是样样侪有。我过去拉拉讨边浪铜锭东山西山，再到上海去做生意。那么谁知铜锭呢？为大该大的讨边浪造大房子，把到现在讲起来呢，随是私人别墅、私人会所，各种奇葩到底两样。凤春现在到房间里向，像我顶顶要唱堂会，还要早做准备。所以要就从塔子里向拿只生意拿出来，因后一无黑，旁边各一各。上头面要脱下来，下头胡子来加裤。那么上身呢，里向是一件方瑞的条子衬衫，外头一件半身球的夹袍，一切书籍随了等来阿头来。哎。不叫我辰光，阿东努力领到内堂门口，说：“石书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再进去的，我有规矩。南地话人不好进内堂，来反正等下头有个管家部叫林妈，侬乃再进去。哈，晓得着。搿真不叫我辰光，一个年纪从50多岁，随是管家部林妈，那么呢，林子李凤春打进内堂。”凤春一看好，搿只厅堂不得了，奇葩非凡，正所谓黄金那片琳琅满目。当中一副中堂桌子，画的是金玉满堂，下头有一只长台，长台浪向供好子福禄水3尊佛像，佛像的前头有一只香炉，辣辣长台的两旁边有2只青花瓷瓶，里向插好的侪是天竺，搭子腊梅。辣辣上头的前头有一只台子，台子两旁边有2只红木靠背，一堂红木架山。随辣辣台子前头有一只太师椅靠背，搿只靠背不得了，报得现在拍卖起码要500万人民币，为啥全用木开黄杨？而且靠背浪向还铺下着一张厚皮的地毯，一看谁是等下的林老太太也是。随了那太师靠背的边上放置只茶几，茶几里向是7家锅盘，侪是酥嘴、菜子渣、肉肉油、大香葱、面线、糕点。那太师靠背的前头呀，上下着一只火盆，火盆上头一只铜壶。那后门的对角有一只书桌，一看虽是我石书先生顶的石书的地方，而且奇葩美好，侪是用丝绒为好的座位。凤春当外头边浪向凳子上身体坐定，管家部王妈辣辣旁边也坐定身体，随了那等林老太太出来。不多一些。一位年轻姑娘搀着个蓝太太从里向出来，打到房厅了。各位蓝太太扎一身紫姜颜色的薄个丝面的面面孔，外头这一件呀，黑水个对篷，看上去50左右年纪，搿只面孔见怪思想，并不是别人，就是该那个林蓝太太。
冯成看见踏进来个老太太，雍容华贵，气质非凡，不问可知谁是该当林老太太。随要紧胖松邓子郎立起来八岁一躬，哥哥林老太太，晚辈见林老太太。但是这位老太太看见了李凤春上来，一阵激动，你是不是个，哎呀想啊！但是个老太太上来一阵惊喜，留下来回过神来，想人家郎再好，不能够礼物不答。这个一位就是说是个李凤春先生，李先生。对的，我李凤春，小姐，请少。凤春过来，凳子上身体受定。各位年轻姑娘猜子来了，太太过不来，带个上汤师于居中受定。自家里带里向去一些辰光，后里向托子2杯茶，一杯冒着李凤春边浪茶几浪向一放。李先生，请用茶。哈。凤春看见位姑娘身材美丽过来送杯茶，加上人过来到边浪向一阵清香扑鼻而来。这个香不是你身浪向胭脂花粉香，是一种青春少女特有的清香，门拉白头里特别的舒服。但是冯春不敢对姑娘这面孔看，为啥？我前几年跟着家父还到大人家去唱堂会，家父叮嘱你，说你到别人家大人家屋里向寄来一点，看见太太小姐奶奶各种御酒等杯，你千万放眼睛盯拉子别人家看，这个是不礼貌不规矩，要把别人家看不起。所以冯春记在心里，但是看见姑娘来送茶，下总归要下一条，所以对承担面孔张小姐呢，小姐。姑娘回过身来，另外一杯茶冒着老太太边浪茶几浪向一放，所以回过不来，搿只盘冒着上台浪向一抱。人随了老太太后头，身体受地。但是这位林老太太看见子那李凤春特别的高兴，一高兴闲话还是多了。李先生，林老太太，听说你做郎是苏州呀？我做的是苏州人，所以住了西门外头。西门外头呀？对个对。我听说最近你家父刚刚过世，一家人家的兄弟落了你肩胛了。林老太太，你说得对。最近屋里向家门不幸，我家父刚刚过世，家子不上外长，所以我只好背班呢，最官道，迎娶的碰上林先生，真是雪中送炭，我感恩不尽。李先生，困难是暂时的，谁会过去的？因为你人哈心瘦，所以说哈人总归有哈办的。可冯春不知哪听见这位老太太的闲话，心里想温暖得不得了，热咚咚热咚咚。这位老太叫我死了，林老太太，我想好好叫说书，早点立足社会，3点动地，寄到屋里向。我只要菜饭饱，补衣足，我还是心满意足了。会的，你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。小姐，我是信佛的。佛门里向有句说话讲得对呀，借方便为门，慈悲为本，举人一命，身上切结为的啊。冯春一听这句闲话，他有点想啥答不上。搿林老太太意思，我救个人性命。林老太太，我分救个人。救之人还是讲客气。李先生，你非但救人，我讲侬在身浪向搿件贴身的棉背心，拨了人家脏，真正不容易的。哎哟，冯春听得该当清爽。随着我两庭里向
搭三妹句绍兴人的事体，林老太太晓得。不过想想，我分得林先生讲，搿林老太太哪会得晓得？哦，地方小，整个镇浪向发生桩事体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侪传达在耳朵里。但是真正救人的不是我只是举手之劳。林老太太，我只是举手之劳，我真的分救人呀。乃非但侬面背心拨了人家脏，外加乃会露出一块洋地拨了人家。乃搿个一块洋地不容易啊，倾囊相授，令人敬佩呀。那么冯春教你眼，搿个闲话三个林老太太睡了凉亭里向，那你才清爽。搿个林老太太，虽然我是拿子一块洋地，但是别人家比我拿得还要多啊。老太太听得该得开心啊，所以对小妹毛毛，搿个叔叔先生还分晓得，凉亭里向救人的小妹受了该得啊。葛么小妹哪喊起？小妹蹲辣边浪向听见搿番说话，心里向就甜滋滋了落蛋的。李昨日知道就晓得，今朝李凤春也到该得来唱堂会，因为大山要镇浪向回转来，说明朝有个叔叔先生叫李凤春也到屋里向来，小妹是开心啊。李凤春不是别人，谁是凉亭里向一代救人的搿位叔叔先生。自从凉亭里向分开之后，一直浪天机。想着你们家谁也来唱堂会，但是搿个一夜天非想困得着。刚刚小妹过去送茶，冯春对承担了黑，还分注意看，所以李分想着小妹受了该打。现在小妹坐了老太太后头，看见老太太回过头来对准自家笑，搿个是欢喜的笑，搿个是开心的笑。想我从小胆子灵高，哈哈是屋头，哈哈是技能，叫一吃一比。我搿个身份是特殊的，老太太对自家笑，刚刚李凤春对自家这样的赞扬，小妹是不好意思。一个难为人嘛，面红涨红，对承担。老太太一口没，哎呀，搿个叔叔先生还分晓得你了该得哇，根本哪里让你晓得你，要引起你的注意，是个，让我来介绍小妹声音不高的。小妹，冯春听见林老太太一声小妹的人砰，心叫竖起来，为啥？搿声声音说得了。小妹呀，凉亭里向救绍兴人的就是搿个小妹姑娘，阿为搿个小妹睡辣该搭灵府的，所以一激动的四面辣浪看，呀，500万，那500人答应，声音达来了，是太太啊，冯春循声而去，看见了。为啥？只看见林老太太边上坐下的姑娘，谁是凉亭里向这个小妹姑娘？叫他冯春心里想激动得不得了。对姑娘忙忙引着，小妹，你睡了该打，我看见你着。小妹一如单身的微微一笑，我睡了该打呀。老太太一口。两家的看过来，还说打过招呼了，开心啊！李先生，你微微分享上，你要寻找个小妹受了该打。林老太太，真的是分享上，也许我搭小妹还是有份。今朝辣灵府，你是第二次排队。对，我对个小妹相当尊重，我是真是佩服得不得了。小年纪不容易，有这样的善良之心，能够帮助别人家救别人家，这种美德还是拿林老太太教导有方。你过奖了，过奖了。是。哎呀，冯春达林老太太辣敷衍，你想着的，我大概得来啥？我来唱堂会的，不是来瞎敷衍，我可不来个。
总归自己也做，铜钿也拿了10块洋钿。林先生帮我的，搿是也单独是人家。我来提醒你，赖太太出去忘记脱。哎，林赖太太，李先生，我看辰光复杂，我哎呀，说书把你听吧。对个对个，哎呀，刚刚打理派台子，努力说书也忘记脱子。李凤春，今朝辣辣该搭的搿个堂会闯了让我金大做，本来说书功夫最好。今朝地方又是好，环境好，人缘好，特别碰上个小妹姑娘，所以金大教你做。今朝说个啥个书呢？是苗金凤里向一只做法为美，色学对唱样样好，所以凤春今朝拉拉林府设置一位好书啊！来太太听子里个为是迷糊爱心。接了心里个东移水云，等是一线云散。哎呀，这个一位是说的哎呀好，我几乎辰光分听着自家个好事嘞。来看娘说书先生年纪轻啊，一块心木，一部手指，一只三眼，但是带来唱是唱，说的是苗金凤里向的一只作法为美。来听呀，努力想神佛故事说得来就活人活义。最时候的我谁都在，司马不从中走大美，落魄书生喜回来，小家必虐谁虐菜。哎呀，刚刚读上派台了，听你说书还分注意。现在来看呀，身放下这个一件衣裳，粗布个粗是粗得来，三个木粗的这个，哎。林来太太想上自家儿子林武生到上海去门前组织发小牌子，那现在这个人呢发胖了。说书先生稍微水低，搿点衣裳不里专门得自强真哈。说书先生行头也紧哎，小妹，是太太。等他一些，你到大山药房间里向去改2件牌子。送给了说书先生啊！哎，是的，对回过来没？林妈，哎，太太，好像外头落雨了。哦，个雨落得头海哇！那么让说书先生吃只要饭走去吧。哦哦哦！你等些关着阿头陪陪你，厨房间里向多添2只咸菜啊。我晓得在，娘放心好在啊。那么林妈大致说书先生李凤春儿子挪下到外房去等吃夜饭。林老太太与小妹财务回到自家房间里向，让你还玩一些，闭目养神。小妹呢，先睡了赖太太的外间，因为夜里向有辰光还要服侍赖太太。对面就是大山爷林武生的房间，一共内外2间。平常辰光大山爷不大走来，房间空关了海，这个一部中秋节的钥匙，赖太太才交给了小妹办过。现在小妹过来，锁起门开，电灯开一开亮，到里向靠墙有一把大书，书门打开了以后，里向有不少牌子。有一种大山爷根本组织未分结构，这个料子是特别的好。有2件是英国的花呢春绒牌子。小妹就改制1件春绒牌子，再拿制1件棉牌子。哎，看到边浪向了，有一套别具的多衫裤子。这个一套啦，套了里向皮切真好。这个一套多衫裤子呢，衬了牌子里向的。因为个锤子杆掏出一头，所以大山爷从来分结构，还是出版随行的嘞。小妹想搿点牌子不容易搞，平常辰光大山爷复杂。那么每年黄梅天要拿出来数回哦，非这个数要治他的，像有的治他们，但不是送他。1件春绒牌子，还有1件丝棉牌子，拿到手里。搿个一套别具个多衫裤子拿过来嘛，搿件多衫锤子杆掏出2寸，这个让我来剪脱的千副锤子杆吧。千副锤子一些辰光，还得说书先生让吃药饭，你吃好药饭嘛，厨房不多，我也切下了。小妹回到自家房间里向，拿个铜笔拿过来，台灯开亮，身体锁定，拿搿个1件多衫拿到手里，再拿起来剪脱一点，
一寸多地，手定手续出征云西。哎，不知啥个代志，我帮14人做事体，那自家起劲，自家开心嘞。搿心里向3个曲子蜜糖自家。搿如果是三妹啊，你自家吩咐上，埃个就叫以心相许。两庭里向，男对搿位硕士先生已经与之合过，今在第2手排队。李凤春唱堂位，一位是说下来来讨讨自家开心。那三妹对搿位硕士先生已经与之爱慕之心。
些辰光，三妹搿副随子骨带进吃海了。侬自家搿只盾边放在房间里，侬搿个两太牌子，还有搿个一太个，必最多3口子，侬快搬副个过来，摆一摆哈，打下一只板锅，拎一拎么了，电灯关一关，吃大山呀房间门哐哐收一收哈。林妈来在坐下了，出门跟随，你谁来做那篮子？那个小酒里今朝总归不对了。但他关在那去拿2件牌子送80数人，那边黑馒头西来了，侬你大山要顶顶哈个上等2只个牌子送他，我要过来回，所以2只给他必经之路，中门跟随走哈。现在一听说你来了，奶奶，哎妈，嗯，石树先生，阿拉去好回家，拉开，啥人老回家？有额头办干活。咁么，俺关在厨房间里向多添2只酸菜。你看呢？夜里上了谁不差个种事体，打你浑身不搭高。你种事体不要难烦，跟我老早关照你放心好在啊。不是压力嘛？哪能啦？现在石树先生搿位是说得嗨，来涛涛开心的嘞，会待到房间里想想为了老三来。我看看，那是比我老太太还要卡活得死脱个了。不是压力嘛？石树先生功来大高，手艺法还大块里关。嗯。哎，李妈。哪天？喏，来涛涛嘛，刚刚回到这房间里。哎。这胃不适宜只药。哦。当然也有胃病的药。对个。刚才么第2多吃子点。哎。那么根本里向临时一吃子点嘛，但是呢，里向听说门前搿个一顿胃药忘记脱吃。哦。所以胃里向不适宜嘛，来涛涛关家给。你今朝要饭不吃了？该不吃噻。我有灵嘛？哈，那个胃病是比来太太还要严重哇！对，那时候给他中门跟随，哦哟，那姑娘，给他个风是大的嘞，那胃里向水质粮食也不适宜生病给。就说个灵嘛，把个小酒的变了后出来的，本来他没害，一杀伤对的心理作用，胃里向湿哩哩。哎呀那，哪来？哎呀那小师娘，哪来？要是快再把那讲话痛么我还痛在我。那么那个胃药俺吃家？要是快我忘记脱在。啊是引起的我提醒嘞。那么我去吃啊。快点去吃嘛。我晓得在。你起来也想进去，那个小脚的饭出血的啊。哎，非我搬到里向去吃胃药，你马上拎子搬过出去，是个灵马真的把戏。一大路忙进房间里去嘛，眼睛盯那子。先没了看，奔到里向也被拿起来，等到盖里打开两里呀，水里向一道去玻璃，一剁，前腔边上有事，刚，两里呀吃下去，以最快速度回到外头中门跟随，卡背上收顶。哎呀，先没一看那个灵马精湛的动作，哎呀，说配的，搿来娘讲里头一出来着，来位置一手，哎呀，这女的今朝这半个拿出去是肯定也不离。我随时要看下呢，是有灵马精气快，回出来快，非得手指一下，我说不对，刚才上头胃痛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那现在下头头皮里向痛，嗖哩哩，嗖噜噜，哎呀那，哎呀那小师娘，哪里嘛？不对在我。我刚巧胃痛，哪能现在头皮痛？是头皮痛在。哎呀，不来着，我并不老在。你去呀！好跟我上马桶。有劲人立起来，眼睛还瞪外头，三妹老看，奔到里向，只听见马桶盖当。三妹觉着奇怪，只看见个灵猫奔至进去，那个马桶盖当，一些些辰光里头溢出来着。哎，哪桩事体啊？哪桩事体嘛不放心来，所以奔进去。有劲出来，身体受顶，不晓得手指一下，这个头皮痛比刚才叫啥痛得还要结棍，痛得个灵嘛，我觉得让后汤汤的毛头皮出了。哎呀那，哎呀那小师娘，要是快在我老太婆今朝不来这样，那那个头皮痛了，厉害的水太快，我跑进去他，我跑进去。那么你去呀？有劲立起来奔进去想我刚才吃个啥个药？奔到台子上向一看，出事！我不是吃个胃药，吃个下牙药。
事业肚皮痛着，那是心理作用，那我不了解我，奔到里向，把马桶盖一堵门，这个老太作业再也流不出来。小妹几乎聪明的嘞，一口不有什么子，大概个林妈贴车子压了黑。那么现在夫妻更得好事，回过身来上来浪向打，搿只半个领导水的也想出中门。小娘想是讲，把你林妈来捋捋嘞。林妈，老太作业坐了马桶上向是还有痛得我觉得伊浪后趟趟的，两只脚得发抖。奶奶，石石先生要追着呀！来太太前来只半个送不里，快点出来呀！小脚的颠个呀，先等我现在辰光马桶上立不起来。小妹啊，奶奶，不来在我老太婆立不出来，这我。搿来太太吵你个呀！哎呀，老太吵我嘛，我吵奶我。哦，你叫我去送。哎，那等我去送吧啊。搿么侬去送呢？你也放心。我不放心啊，这还放心？我放心。小妹，我老太婆放心个，我100个放心啊，1000个放心。哎，想想我真伤心，搿小句话的天桥心，我老太婆嘴巴心出卖的，不晓得今朝一个人打最开心，啥人？李凤春，大地那小妹，非得李凤春那非要开心，明朝就要出事体，到底呢无谓计数。